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4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7。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0。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2。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4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4。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2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2。好啦，今期落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3號、16號、20號、22號、24號、37號，而特別號碼係42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落彩結果，即係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立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